是的，现场各位媒体朋友们、各位嘉宾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光临我们今天公共电视戏台共同举办的时代剧苦力的记者会。那跟大家报告一下，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哈。我们现在呢，马上就要让所有的媒体朋友可以开始来跟我们的主角们见面啦，请大家呢赶快往中间靠拢哈，抢个好位置哈。那现在呢，就让我们先掌声欢迎我们的苦力男儿组，我们的蔡昌宪、黄文兴、穆子纯。是的，那现在要拍照哈，我们请大家可以欢迎随时提出各种动作。那一边做动作，我一边介绍一下。刚刚根据私底下的消息，他们3个人私底下的激情已经超过了友谊了，嘿。可以亲密一点，亲密一点，苦力，哎呦，哎呦，来，我们看中间哈，先看中间一下，来，中间好，接下来我们3位主角的左前方一点点哈，好来，再来我们的3位主角的右前方一点点，谢谢，然后再来苦力有没有一点苦力的动作要展现一下，胸肌、腹肌有没有？大背肌有没有？哎呦，看出来。哇，赞！那有没有展现一下？有没有力拔山河？不要靠那么近的，你们后面背板哦，可以哦。哎呦，我是讲力拔山河，你们给它跟起来哈。好，来，动作开阔一点，我们背板比较大，有没有？嘿，对，我们动作开一点点。嘿，来，重一点，嘿，对，哦，看到黄文兴的胸肌了，不，哎，一样哈。前面一样，我们的左前方。那现场的朋友哈，欢迎手机拿起来用力拍，想要直播的也可以啦哈。再来我们的右前方，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昌宪这一次的角色是问气啊，也就是我们的林文曲。那我们的文兴呢，他是我们这次的明华。那我们的子纯这次是清风。摄影大哥还有什么？好，来，左边。摄影大哥朋友，还有其他的动作要求吗？不然我们要换下一组出来见客啦。好，来，我们首先先谢谢这3位，感恩，谢谢男主角，旁边，对，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坚毅女性组啦。首先欢迎的是我们的田雨安跟我们的文兴，文兴，来，我们6位一起拍个照。你们可以交错站好吗？交错，一对站好了。来，一对站哈。不会，赶快拍哦！这个笑容过了就没有了哦。嘿，最萌身高差。而且你有看到昌宪只敢把头抬45度吗？因为有些地方不好意思看。来。好，我们看完正前方了哈，我们接下来稍微往左侧一点点，我们的左前方，对。好，左前方，对。大家呢一边拍我一边介绍一下，接下来我们的右前方。现在看到了3对主角呢，他们在剧中呢都是苦练悲练、凄练，到最后呢有没有修成正果，这非常的勾引人心。希望大家呢一步一步给我们看下去，就可以知道最后的结果啦。来，现场的媒体朋友还有什么特别的？还有哪边没有拍到的吗？好，那谢谢。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坚毅的10家父母组，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杨烈烈哥、张琼芝姐，还有我们的蔡阿炮哥啊，还有我们的谢崇轩姐。有他们在这出戏里面串起了凯克九一起啊，子纯、雨安、文怡、佳琪，还有我们的林珊。自己先找好自己的家庭，是不是？还有接下来欢迎我们的林珊、黄玉龙、陈千文、吴凡大哥、董慧珠、廖景德、董继兴、肖敏贤、许纯月、林一健、李国珍、周守宏、刘兆炳跟郭思雨，来。好，睡。我们男
男生可以往前蹲。啊，我们后面的这一排可能稍微弯一点点。来，哎，稍微弯一点点哈。再靠近一点吗？好，我们再往背板中间靠一点点哈，侧身一下。哎，稍微侧身一下，可以吗，大哥们？好，来，我们看一下正前方。好，我们比个这个好不好？1、2、3，有掌鼓励。嘿，看一下正前方。好，接下来我们稍微看一下你们的右前方，左前方，抱歉，左前方啊。哎，左前方。好，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右前方，演员们的右前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掌声欢迎我们的导演李月峰导演。我们请那个导演站正中间哈。哎，来，我们再合照，来，我们麻烦前排的演员们再帮我们稍微蹲一下。好，我们第一排的朋友再往那边一点点啊，再过去一点点。好，来，靠近一点，不好意思哈。好，来。好，来，我们看正前方哦，比个赞。赞。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左前方，哎，对，演员们的左前方。然后这边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剧呢，在我们的本月的7月27号晚上，礼拜六晚上9点到11点，会在中东电视啊。右前方啊，拍谁？好，来换右前方。我想讲要做刚胸服务啊嘞。还有没有摄影大哥没拍到的？好，还有中间有举手了，我们看一下哈。来。好的。好，再一次谢谢所有的演员们，也谢谢所有的媒体们，谢谢。然后我们呢，先请我们的10位主要的这个演员们先留步，那其他的演员们我们可以先进去休息。来，不好意思，借我们过一下。好了，其他演员可以先进休息，然后我们请媒体联访的演员先留下来，来，先留下来一下，第一个要先留下来一下，来，导演，然后先留下来一下。好，来，我们等一下会来那个媒体联访。来，我们先暂停一点，然后我们现在听媒体联访的时间好吗？我们先拍一张是好的，来，我们现在拍一张，来，再拍一张照片，好不好？来，往右边一点，来，往右边一点，来，移动一些，好，我们再来一张合照哈。好，来这张，来，再靠近，来，我们先视线统一，来，我们先看左边，来左边，来你们左手边，来比个赞哈。我们27号晚上礼拜六的9点，公共电视呢看13、14台的部分是。好，来中间，来中间看完了之后呢，来我们右手边。好，那记得呢是27号的晚上，礼拜六晚上9点，我们就会看到这50年前的台湾。我们从矿坑一路到我们的码头。好 ，OK， 来中间再看一张，来我们眼神对中间再看一张。好不容易我们的家庭从我们的从这些快跑进来，对妈妈。好，来我们中间一张，来我们先中间一张。来，那我们的右手边黄色衣服，来右手边黄色衣服这边，然后在右手边蓝色衣服这边，来这灰色衣服。来左边，好，来左手边，来左手边的浅蓝色 T 恤，在最左边。好 ，OK 吗？好的，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是媒体联访的时间，好不好？来，我们请媒体联访的部分。哎，抖音，请起来。那我们来媒体联访吗？来，媒体联访吗？来，媒体联访吗？来。妈妈。来，媒体联访，来一个分享。来，我们有请，就尽量带往中间跑，好不好？来，我们请我们往中间跑。OK 了吗？还有一只好。
好，我们 OK 吗？OK，好。那我们先请导演大家长讲一下话好了。我们今天是首映记者会。很执着，很执着。哦，也好好玩。有。那你还跟他多些哎？你要信我吗？看过吗？真的好。不管他们看老板我们先请烈哥代表我们的资深的演员组讲一下这次跟几个年轻后辈演员合作的感想。也该下来了。这一部戏，因为导演给我一些新的经验，跟一些新的你还会都不敢哭，你还我们跟比我们年轻的人在一起，所以跟相处在一起是非常愉快，在这段期间，大家彼此撞出很多新的。那昌宪这次是不是也跟烈哥还有其他几个演员一起合唱的主题曲？等一下也会表演。就像是歌声的刚才的规定，也是像这整个故事，就是累积起来到最后那个里面，是会有很多感动，有很多的四面歌，然后呢看在一起，很值得拉起来。那这次子纯帮我们移动一下好不好？来后面，对，子纯还有昌宪，还有文心，对不对？三位男生。然后还有一些矿工的戏码，还有一些从富家公子到落魄子弟，对，讲一下这一次跟其他的三位最雄女演员还有资深的演员合作的感想。就是本子没有，我可以拍给你看。像那个电影也拿到1分。对啊。我们真的是轻松团队，然后在这里面跟所有演员非常的愉快，然后在合作愉快。然后这里面真的学习到很多很难的台语，对，让我们的功力又大进一步，所以这次合作是很开心，因为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我部分我是真的觉得可以拍这戏真的是很幸福，虽然过程是没那么容易，但我觉得会吸引大家看的原因是真的，你可能是恁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生活更有意义。所以我感觉，伊透过导演，伊就是活伫迄个时代，伊有法度上清楚，把遐个故事、甲遐个感情表现伫镜头伫个这个影像里面，所以真的非常值得大家看。所以虽然这拍戏过程真的是有很多好玩的啦，嘛是真痛真艰苦，甚至破工难看，但是还有就满意的。因为有嗓子，有本子，你看。你靠你有影啊，你不能打的。往后的。可以演这部戏，蛮开心的。那我觉得最难可贵的是，这部戏并没有谁是男主角，谁是女主角，这个导演把所有的角色都分配得非常好，然后也不会为了谁去懂谁，然后谁要为谁而去写这些人物。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然后每个角色呢都有他赋予他自己的生命跟任务，然后在剧里面环环相扣的惊喜火花。那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收看鼓励，谢谢。好，那我们里头3位漂亮的女主角，其实我们的剧情从1970年代，但是今天看到3位非常漂亮的现身，所以我们也来分享一下这次拍戏辛苦的过程，还有跟有的人是跟导演第一次合作，然后还有人今天是产后第一次复出，我们都来讲一下心情感想。
哎，给我们很简短的一个一个拍一下好不好？好，那女生单拍，没有，两队，我们先单拍一下，好不好？你们先拍。来一对，放到一对，来一男一女，来一男一女，我们先来，我们先光跟的。各位好朋友，蔡老师跟博文呢，现在要进去参观首映会，那我们就直播到现在先结束一下，感谢各位，今天这个外景蛮不错的吧？谢谢大家，记得这部片一定要看。其中刚刚导演还跟我讲，其中的他看我的书里面，把里面的一部分的故事过程呢，在电视上面这个过程拍出来，我真感动。其实他是因为那个书里面有一些非常感动的故事过程。我相信等一下播出来应该有一段很精彩的一个过程，大家拭目以待。谢谢大家，谢谢，拜拜。因为你，我不惊，我的心也袂变卦。山若高，海若大，我的爱为你在活。因为你，我不惊，我的心。也袂变卦，山若高，海若大，我的爱为你在活。山若高，海若大，我。公共电视台的陈玉秀陈董事长上台帮我们支持，掌声欢迎陈董事长。欢迎，因为有董事长的大力支持，我们这一出好戏才可以这么快跟大家见面，真的是太感谢董事长。被称为时代剧里面的这个孤狗大神，也是我们苦力的灵魂。欢迎我们的李岳峰导演。导演好。大家好。首先要欢迎的是我们公共电视的曹文杰曹总经理，总经理好。接下来是我们公共电视谢翠玉执行副总，谢副总。接下来是我们公司企划部的徐秋华经理，徐经理。接下来是公司企划部的苏义雄苏副理。接下来是公视台语台召集人，我们的吕东西吕召集人。再来的是我们的导演的贵宾好友们，有我们的陈松勇勇贝啊，在我们的最后方，大家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再来就是我们的梁修身梁导也来到现场啦，梁导好。接下来是我们的贵宾朋友，我们的福华集团总裁廖东汉廖总裁，总裁好。再来是南龙钢铁李景传李董事。再来是协助矿坑拍摄的新平溪煤矿博物馆园区的龚俊义龚董事长，董事长好。接下来是活动拍摄主场景的地主提供我们庄永志夫妻。拍谁，因为这边没有写这个太太的名字哈。再来是我们老矿工的顾问哦，这出戏真的谢谢他们啦。我们的周朝南跟柯茂林先生，感谢你。还有同样支持在地文化的叶吞人叶导演，导演好。还有我们矿工儿子教育基金会的蔡和成蔡董事长，董事长好哦。董事长今天穿着矿工的这个服装。是的，再次谢谢所有的贵宾朋友，你们的大力支持跟大力帮忙，才可以让这出戏剧呢，这么棒、这么棒、这么如期的在大家面前呈现哦。请这一出戏的片头曲的演员们现场第一次合体演唱给大家听，所以呢，请大家掌声欢迎，让我们听一下这首歌，叫《为你的话破声吹落》。是从我们的入口进来的，就是。朋友，我是蔡雄的，今天来的，我叫做林文柱。
来拢叫我阮厝，这些为你咧我唱互你听听。路途是百里命，要甲天输赢，雨的天，雨双马打定，点头来啦。因为你，我唔惊，我的心也袂变大。山若崩，海若干，我的爱为你的活。四面风，五色花，做有团，做人活。风在好，你来看，行我的路，唱你的歌。因为你，我唔惊。我的心也袂变大，山若崩，海若干，我的爱为你在活，因为你我唔惊，我的心也袂变大，山若崩。为你的活，山若崩，海若干，我的爱为你的活。再次掌声，谢谢他们，谢谢。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一位呢，在里面就是新发，对不对？对。然后我们炮哥啊，演的就是后背啊。我们文心演的是明华，然后我们烈哥演的是李当，对不？明华的爸爸李当，然后我们张宪是文柱，然后呢，千文演的是文琪，对，文柱的。哥哥，对，然后我们这个呢演的是龚山，对不对？董继熙演的是龚山，啊，看在，拍手，没错，但一的吼，下一的力量出来音都不赶快，再次掌声，谢谢他们，谢谢后天，也请他们可以先回座啦，谢谢，是的。然后呢，今天呢，我们所有的主要演员群们都来到现场啦，认识一下他们，也请所有的朋友哈，如果看到，请帮我们掌声加惊笑哈，来，首先要欢迎的是我们的郭思雨，里面演的是美珠思雨，再来是吴凡大哥，他演林金山不出尾爸爸哈，再来是黄玉龙，演的是许正南大恶魔啊。再来的是吴林山大哥，他本来是恶魔，后来有点变暴富的好人，再来是我们的许琼叶啊，谢琼轩，对不起，我看错行了，谢琼轩，阿生姐她演的是公主嘛，再来是我们的张琼芝阿芝姐，她演的就是刚刚丽唱的太太啦，再来是我们的白嘉琪，她演的是金兰。再来是林文怡，她演的是秋月，很苦命、很坚毅的角色啊。再来是我们的连雨安，也是之前大家知道的宜家，她演的就是我们的秀玲。再来是我们的傅子纯，她演的是清风。是。还有我没介绍到的吗？应该都来了吧？哦，还有一位是不是？谁？有，刚刚台上都有介绍过那两位了。对。不好意思啊，谢谢我们的琼轩姐。我都听到了，我等一下就去。再次谢谢我们所有的演员群们，感谢他们帮我们呈现了这么棒的作品。
好，那刚刚讲了这么多，光说不练假把戏。首先欢迎我们的慈家父母组，欢迎我们的杨烈烈哥，还有我们的张琼之姐，还有我们的蔡阿炮炮哥啊，还有我们的谢琼轩姐。接下来还要欢迎我们的坚毅女性组田雨安、林文怡、白嘉琪，以及刚刚看到的一直在打架的鼓励男儿组。欢迎蔡昌宪、黄文兴、顾子纯。哦，这几个拢相拍鸡啊咧哦。来，是。来，那大家大概在啊，对，那现在呢，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不然就从我这边开始好了，先请琼轩姐开始介绍一下自己的角色，在戏里面都不能讲话，金刚扣。袂遮轻松诶，各位大家看，我有讲吼，你这次你上轻松啦，上好谈的上好谈的。好白啊啦，好白啊，吼。啊，这个角色吼，无讲介好演啦，因为爱迄个戏肺病，所以讲话吼，拢一定所以做歹。巴肚就出来的呢。做吴青峰，是，我相信大家看过片花了，应该免介绍，我就是一个小拍给就是哪边看到有需要帮忙的，就是用拳头解决。哦，对，所以其实我的累是因为给不平哎，对，是很多打戏很累。哎呦，体力活，辛苦了。啊，我们佳琪演的是。大家好，我是佳琪，我在戏里面是金兰，是委托行的头家娘。哦，算是较好命的角色，太人较辛苦。啊，后背啊，较好嘛，就是你的。就是我的父母。哦，父母，啊，你大概了解啊哈。对，她算是一个新时代女性，勇敢追爱。赞！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到底有没有追到呢？有没有？我也好好奇哦。看到你就知啦哈。张宪。大家好，我是戏内面，我叫做林文楚，大家拢叫我文楚。我是算讲，互恁家扣起来上细汉的囡仔，对啊，谢谢。即摆搁你感动啊！好晒羞气的哈。再来是咱的黄文兴呐。演的是这个明华里面就是一个纨绔子弟哦，对，那其实中间会有很多辛苦的历程，然后有一些转变这样，然后歘节嘞，对，才变。你知道纨绔子弟就是也就是很轻松，都在家靠父母，大笑牙呢，对，那出来还是靠父母亲。后来才知道，原来就是人生是要脚踏实地，然后认识这些好朋友，然后在里面当苦力这样。哇，赞，一个很好的转变呢。是。啊，再来是我们的文怡。大家好，我是文怡，我现在是沉浸在那个震撼里面。对，天花也太好看了吧？是不是？我刚刚一直在拭泪。对，我在里面演的是秋瓜阿寿，也是笨嘴阿寿。对，就刚刚在里面就是非常多的片段，让我就是看到了之后，我们马上又重回到当时拍摄的那个当下情绪里面。对，所以我现在头有点晕的。我给你整理一下。好，谢谢。啊，跟来的是那田雨安，大家记得哈，他现在叫田雨安，之前是田雨安，谢谢。对，大家好，我是田雨安，我在里面饰演的是李秀敏啊，然后是冰华兄妹，然后我在里面就是饰演船务公司的千金，那后面会跟孟醋啊有一些纠葛，那他是为什么会跟我有纠葛呢？是因为他替林文琪就是千文那个角色照顾没进门的阿瑟，然后照顾之后就到什么？为什么专门在照顾阿寿？到底照顾久了到什么程度？照顾阿寿又照顾没进门的李寿。哎呦，你们狗的人真多哦！所以是瘦，都是瘦啊。也是体力活了哈，也是一种体力活。他正经哎，不要歪楼。董事长在嘿，然后没够。然后就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就请收看7月7号苦力。是。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文心跟这个雨安这么帅，听说你们家的基因很好哈。对，你看有没有我那么矮，然后他那么高这样？其实我是像我爸，然后他是像我妈的。对，没错，你拖鞋非常的好，真的耶，像妈妈。
真的啊，真的、啊，真的不会这样。现在已经在吵架了吗？我们家庭是一家人，一家人。好，一家人。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烈哥啊！烈哥是爸爸，对不对？对，是第一档哎，第一档哎，第一档哎。其实吼，其实这出戏我是演一个总务公司的头家啦。嘿，哦，你查某囝伫遮，嘿，哦，后生伫遐，后生伫遐，查某囝唔听话啦。是，后生是吼，互我气到袂晓讲。哎呦！人讲身体野走，身体不好，亲就这款的嘛。对，但是后来都改邪归正了。后来拢一个玩玩啦。改邪归正。你个你安尼讲，像我是外口咧。哦，你谈到玩票啊？哦，所以后来就是一家和好就对了。对对对，这出戏吼，这出戏会使讲上介大的收益，对阮来讲，演员来讲。就是导演，我不是讲伫遮专讲咧讲这。哦，是。导演教我们的这个闽南语吼，台语的这词汇吼，实在是有影互你疗伤袂到，可能互你疗伤袂到，而且你专讲要去学嘛学袂到。哎呦，大概比那个木栅动物园还稀有了。没有，就是你有很多你没有听过的，拢是新话来底出现，但是你捌学过。哦，连带我是因为我是自己是南部小孩子，那我从小台语是从小讲到大，是，然后就是跟爸爸妈妈跟阿公阿嬷都讲台语，可是就很少，真的也很少听过，就导演讲这些这一些文言文国语的那种东西。是。那刚刚已经介绍了烈哥，对不对？那家里一直这样的冲突，一定要一个很伟大的妈妈。都猪郎底下。对啦，掌声欢迎阿芝姐。谢谢。刚刚讲到我们学习好多很难的闽南语啊，现在就来讲一句。哎呦，来，今晚准备来啊！讲一句啊。奇门遁甲，星宿命运，阴阳五行。哎呦，奇门遁甲，星宿命运。阴阳五行，哇！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算命的这个，我们都是用国语来讲它。对。那临时要翻成闽南语，我们真的讲不出来。嘿，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他负责的很困难的闽南语。哎呦，尤其是问处啊，他是专门是讲那个问处对。那我虽然说身份是你当然因看手啦，是生天嘛是栋梁，不过这个栋梁嘛是爱去买菜，嘛是爱拼啥，嘛是爱做羹汤，所以这代表那个年代，那个年代每一个人拢真拍拼，不管伊处理是安怎。伊嘛是做连户的应该做的代志，拢扣开做。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迄个时代每一个人的他自己对自己的认真度，因为命运他们的韧度都是都是很特别，跟今麦囡仔拢无相同款呐。真假哎，哇！那个琼芝姐帮我们下了一个很棒的结论呢，好，赞！那接下来就要拷问大家，最难得、最难过或是最大挑战的，来，有没有人特别要主力回答有无？他都要讲来这台语，我感觉已经足大的挑战了，但是伊写有够较大的。伊啊，自己干咧小拍卫生窟窿上。真的吗？是啦，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经验。一个拍个脱臼啊，是吗？今天可以。大概脱臼的台语怎么讲？脱臼的台语。真的。对。夸张。突轮啊，突棍啊，突棍。闻到是讲突骨啦，突骨哦，你看困难哦，这困难啊！啊，除了这个以外，啊，有别的体力活吗？有体力活刚体力活是我头先看到有这个画面的时阵，我真正感觉讲炮哥最近敢若有较瘦。因为来宾有一出，头先有看到一个画面，就。爱炮哥啦，对，我就爱炮哥。干嘛点？等伊伫咧倒咧涂骹，我甲伊放喺金架头，佮冲出去，冲出去，迄个火灾现场。嘿，这timing 过来甲准。几届？炮哥差不多是70外啦，我感觉。是80外。加减哦，加减，卖收你。你知影是安怎动了？我一直感觉讲这场戏哪还袂要拍啦，你袂要拍，我就一直练深蹲，看卖头皮会较有力无？差不多应该挨7、8届。哇！而且佫爱落迄落落架啦，落楼梯。起啦，嘿。你知影是安怎？迄阵我会遐动无？是安那？因为拢是因为伤济食的。
因为啊导演哦，迄个时阵咱咧拍拢是冬天嘛，对，冬天导演拢对迄个厝里挂一个迄个炉啊，火炉哎呦，火炉。逐工都有物件踮喺顶悬咧烘啦，烘番薯啦，烘土豆啦，土豆连柑仔拢摕来烘去，食烧的柑仔，食烧的柑仔，逐工拍伊就咧食，你讲买来无大箍啦，我那最好啦，现在起来你只有你大箍，我都无大箍啊，因为我上树上坐，因为有一点车咧，我点点讲，很少有矽肺病的这么胖的。哦，这真正该出名。对，好啊，过来个问一下吼，在上映之前，我头都有讲到游街造势设计啦，啊，你们是第一次设计吗？第一次，都是第一次。我应该是把算第一届吧，但是迄个我感觉扫街足趣味的，因为你拄着啥物人拢唔知。啉酒拢做热情的呢，而且非常。因可能拢知我最近减肥有成功，一直伫忙搞忙啥？因为我乱咧，苍线，苍线。你袂记讲，上主要迄阿嬷啊，拢看到苍线啊，爱给扒落，那就熟悉的。李思曼姐，敢若家己的。哎呦，苍线啊，你哪会伫遮啦？那怕孙咯，拢这种的呢，就热情的，真的真的。刚才主持人看那个短。对，刚刚给表。赞。那出去扫街，我觉得烈哥或是阿芝姐应该是非常多人一直涌上来，也是啊。拍摄阮无参加。我俩这种行程，这体力活给我们年轻人交给我们。体力活。啊，既然恁无参加，无咱问一下好啊。我们这4位演家长的吼，啊，拄着这6个少年啊，有啥物甲因合作的过程咧？每一工咧拍，这个少年啊，逐工拢会炸做这物件来。哎呦。都炸好你家呀！哎呀，拢是我咧食，逐工都做这啊。对啊，哇，赞！我有一个很难忘的，是。因为我演琼轩姐的女儿，琼轩姐那个哭戏哦，她在戏里虽然一句台词拢无，伊拿一口，全现场不管摄影师、灯光师，还有所有在旁边的演员全部考，跟着落泪。怎么这么？琼轩姐戏太好了。真的哟，真的，第2的距离，我们的所有的时间、精神，还有用生命换来的，所以我相信大家在看片花的时候，一定就是有开心的地方，然后也会有就是很感动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就是从7月27号晚上9点开始，每个礼拜6的晚上都要锁定我们苦力。谢谢子纯，再来我们的佳琪。这一出戏，有欢笑，有泪水。重点是真有温度，演的是你甲我是咱的故事，大家一定要收看。谢谢。过来就是用性命甲福伯爱700的苍线。其实真正我头先伫唱歌，开始唱，行袂歹，徛到这个所在伫唱的时阵，我真正非常的感动，因为这戏我感觉真正一定会足好看，尤其透过李伟峰导演，伊迄当阵生活的真侪故事，伊甲伊上好的物件，拢藏伫阮所有演员甲这出戏的身上，所以绝对会非常的感动。啊，佮加上遮尔啊好听的歌曲，抑佮会当伫个这台语台开台的时阵，啊，甲遮尔啊好的戏啊斗做伙，我真正足欢喜的。所以希望7月27日暗时9点到11点一定要收看，看你要看14台、13台拢会使。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苍线，文心。其实参与这部《苦力》这出戏呢，我们每个演员都感情都非常好啦。那其实，在拍摄之余，除了拍好正剧，我们都会自己去那边乱演一些小剧场。就是有剪下来吗？没有，应该是没有，那个应该是不能播啦。但是就是还蛮开心的，还可以跟导演就是一起合作这样。然后我记得我有几次就跟子纯在外面，然后就在那边聊天说，如果这个因为快结束了，其实有点依依不舍，因为我觉得我演过那么多戏，苦力是我第2部，我最让我很不想要结束的一出。对我甚至有跟他讲说，如果这个可以每天演，该有多好。那可是剪出来应该不到半集啊。对，就是还蛮开心的啦。那所有的细节呢，导演都非常注重，然后是很有深度、很有温度的，有亲情、有爱情，更
友情。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鼓励，谢谢，谢谢。再来是文怡，我觉得前面的每个人都说的太好了。因为你词穷了。对，因为我有点词穷了。对，但是就是综合前面每个人说的，让我想到我们当时拍摄的时候的情形，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可是到最后1个月的时候，其实大家都非常的依依不舍，真的就像文兴哥讲的，就很舍不得，很不希望结束。那刚刚在看片花就是过程当中，其实当主题曲一响起，我就已经爆泪了。对，因为我觉得真的。感谢黄山亮老师量身定做这个主题曲，真的非常的感人，然后是唱到人家的心里面去的。那我相信大家刚看完片花之后，一定也深有同感，就是看得到画面，每一个画面我们制作组的用心，然后你们绝对想不到我们就是多么注重每个细节，甚至连道具，道具可能我记得有一场戏，他们你们在拍 KB 啊。KB 啊，不过还有单什么红烧麻有无？单红烧麻爱单2点金，下面2点金3点金，对哦。还有不出啊的那个花，美术，对，我们在现场直接就是对美术组直接种花，对，导演的戏可能就一定要种花，然后养鸡，里面的鸡也是跟我们也感情非常好。我有一场是准备，好像就是反正就是类似要就准备很多那个做饭菜这样，然后导演突然灵感一来说就叫了，因为刚好是元宵节嘛，他说这个不用准备这个。你叫道具组去弄那个汤圆，对，而且它红白汤圆哦。那我们北部红白汤圆其实可以在超商买得到，可是在南部它只有拍背就拍背，对，它只有那个那结果找不到道具组自己在那边做3个字，所以呀，哇，很用心，所以你看，这样你要用心丢，真的，所以就是其实大家一定可以，我相信播出了之后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准时锁定每个礼拜6晚上9点的苦力，谢谢。再来田雨安，你们很逼人，我只能用一个就是导演。加台词的那个一个小段，来，看，坐车看好景，坐船看海影。若是要看好戏，都要看公司苦力。对啦，练歌。我借文怡刚刚一句话，每个人都借一句，越后面越快，很难讲。他说依依不舍。依依然这出戏真正一定和你依依不舍，依依不暇。哎呦！我拍完戏以后坐在我家了，就是戏里面滚刀这里啊，都看出来都要迄种行啊，门甲拍开都要迄种长巷啊边啊篱笆呢，迄种情景你讲我若住伫遮唔知偌好啦。但是都应该已经融入里面了。因为迄个心情就是讲伫遐是咧等囝回来，等查某囝回来。这就是你的两个拢理解。对。我说这出戏真正有每一个细节拢会当互你依依不暇。哇，赞！童子姐，透过你来讲到我就马上想到一个情节，心生啊！它是一条很对很有感觉的。甲琼子为着查某囝，为着后生的代志，两个冤家安尼是避免就不给他扒了。哎呦，去甲当韭菜对嘛？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跟我跟欧丽桑跟导演合作对小姑娘演到即马有巴上，可能以后阿嬷嘛是就要演啦。不过拄则大家拢讲得真好，不管安怎啦，公视出品，李岳峰作品，还有我们梦幻钻石演员阵容，还有严谨的幕后工作团队，这部戏绝对让你不会失望。谢谢。好的，那在掌声当中，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导演跟我们公共电视的长官们一起来，付出的演员们一起上台，来。好啊，一一唱名太累，没有啦，开玩笑。我们所有的演员们都有你们的辛苦付出，有我们长官们的大力支持，才有一出光看片花就让人舍不得的鼓励。来，我们往前。来。难舍往后退。我们稍微后退一步哦，嘿。
好，来往我这一边再靠过来一点点啊，这样比较正，嘿嘿，再靠过来一点点就好。来，来看黑色帽子这一位哦，黑色帽子的大哥，好，来我们往前比个赞。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7月27号晚上9点，公共电视13台、14台联合播出，苦力一连播出2小时，欢迎大家搞捧场机搞，请大家告诉大家。来看中间，来看中间，谢谢你帮我 Q 啊！来中间，然后呢，还有哪边没有拍到的？好，来后面有个大哥拿了一个很专业，有没有？后面几排？对，我们看一下上面啊。来。也请现场所有的朋友帮我们拍了照片之后呢，努力的在所有的社群网站拼命的转发，告诉大家。好，那还有任何的摄影需要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次掌声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感谢，谢谢。今天的记者会呢到此结束啦，再次谢谢所有的演员们。也谢谢所有的我们的媒体朋友，也谢谢我们的长官，谢谢导演，也请大家一家亲心风，一定来赶快鼓励这个雄厚的精神，会带大家回到1970年代。也请大家记得，每个礼拜六晚上9点，13频道、14频道、公共电视主频道跟公视台语台，鼓励会跟大家一起见面，请大家记得告诉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记者会结束了，谢谢，也谢谢我们华山提供了这么好的场所。